兄弟大家平安高早。今仔日真欢喜来到上帝的殿，能够三甲伫遮要来敬拜上帝，对咱所敬听的赵牧师来领受更较真实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诗191首吼，这条咱来看卖咧吼。荧幕甲放出来吼，这条191首是马来西亚调的吼，所以咱会感觉较无啥实在啦吼。头前的荧幕才无哦。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启示阮认捌主耶稣。世间真光，你有赶散黑暗。军队你阮就会得行伫光明。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吼。这条咱较毋捌唱过的歌啦，较清楚吼，较清楚。好来，咱请来。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启示阮认捌主耶稣。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实在做阮认捌主耶稣。三天真光，你有赶散黑暗，军队的团就会行伫光明。哈利路亚。旋律较无遐熟悉啦吼，过来唱马来西亚安尼，过来一届吼，第1节甲第2节拢来对头到尾吼，来，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指引我主耶稣，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是使阮认捌主耶稣。世间真光，你有赶散黑暗，军队你阮就会行伫光明。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来，第2节，看嘛来。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传扬主耶稣的恩爱，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传扬主耶稣的恩爱。世间真光，你是我命的流，实现一切快乐有乐心情。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亲像马来西亚这人真大阵，真大军。伫咧，伫咧阿门吼，所以咱嘛，甲迄个心情共款啦吼。这下载的歌吼，下载的诗歌较清楚，兼且咱较大声咧，较唱落去，声就出来吼，毋免惊。后来咱来看咱下载的启文。启文这是伫启示录22篇上界尾遮吼。来，我是阿里法甲乌米加，是起头甲煞尾，是开始甲结束。将长袍洗清去，遐个人真有福气，因用得悬通食活命树的果子，搁通对遮个门入城。遐个狗类惊邪术的。淫乱的、杀死人的、
拜偶像的，甲一切爱讲白贼、做事奸诈的，拢着留伫城外。我耶稣已经找我天使，教会才会事对恁做证。我是大笔的君，是伊的后裔，是光明的启明星。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听见的人就讲来，喙大的人就来，意爱的人通来白白领受活命的水。为着这事做证，迄位讲，对我念边来。那同齐说声阿门。主耶稣啊，请你来，这是咱所信仰的一个启示录的根据吼。主耶稣，请你来。姊妹大家平安，平安。阿乐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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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唔知大家会记哩无？来唱着我。头先拢是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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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当咱唱着大哇大声，你唱来无着我？有唱吧？大哇大声，乐歌鼓，像的名，耶稣的名，哈利路亚。然后牵从你的右边，乐主，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安尼 OK 哦 ，OK 好，那你若是会当，咱我邀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唱，一切荣耀，一切荣耀，乐拢归我主我的心，一时看地保佑感恩乐。
咱当主席。咱打主席你无做真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教野的困难，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啊人，逆境啊人，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查证。顺境啊人，逆境啊人，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打主席的你无做真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教野的困难，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啊！阮当定着月月查证，顺境啊人，逆境啊人，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每一天电视拍开，拢有足侪新闻。有的新闻你感觉若像甲家己无关系，离咱足远的；有的新闻你感觉讲若像甲我足近的，像即礼拜游览车阿罗哈的事件，我就感觉离我足近的，因为伊就是发生伫我身边的朋友。所以，每一礼拜咱会当搁组织伫遮做一会，每一天咱会当困醒，目睭泡紧，咱搁换地。拢感觉真感谢上帝，因为这真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咱每一礼拜坐伫遮，可能你这礼拜过了真顺利，嘛有可能你这礼拜过了足侪烦恼的。但是上帝伊拢知影。他的这首歌的中文是说，顺境赞美，逆境感谢。那我们可以在咱会当搁继续唱的中间，你会当将你这礼拜真顺利，咱来感谢上帝。你嘛会当将你即马搁心内底真烦恼的代志，嘛会当交托伫上帝，伫咱搁继续唱的中间，咱搁对头来唱。咱打主一日你无做真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教野的困难，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啊人，逆境啊人，你安排阮。月月查证，顺境啊人，逆境啊人，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打主一日你无做真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你拢受事教野的困难，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啊人，逆境啊人，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查证。逆境啊人，我欢喜顺坦
你安排阮通行着月月草草，顺境而来，逆境而来，欢欢喜顺太行天路。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性命的主宰。我一生只想要听听你的声，我要认得你的声。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你，通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会有认得伊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伊，通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会有认得伊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会有认得伊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伊，通听主的声。静
此时，请咱起立，按宣调，全地堂摇花出声，出欢喜的声，因着用欢喜的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伊是创造咱的，咱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用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咱来共读《使徒信经》，来搁一摆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这点好的时间，伫你所设立神的主日，互阮三角组织伫你的殿院内底。搁一摆来对阮所敬重的节目师来领受你对顶面来的信息，会当开发阮的心胸，互阮更加了解伫这宗教改革这有关这济的事项，互阮会当更加明白要怎样来坚持阮的信仰，互阮的信仰更加徛在。虽然伫这宗教个人的解说，个人的生活面顶有无共款的见解，但是阮知，阮所信仰的是唯一上帝你一个，互阮会当对你来领受你对阮的帮赞，对阮的扶持，对阮的照顾，对阮的引带，对阮的带领。阮要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学乐，也将阮下载所敬拜这事项排列交代伫上帝你手中，求上帝你圣神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甲阮，互阮会当领受你的信息。我也祈求你照顾阮教会所要推广这这事项，这这事工，会当得到上帝你的带领甲祝福。感谢你照顾阮所敬重的欧牧师伫美国。为着台湾的前途，为着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代志内底，伫遐操劳拍拼，阮感谢你，赏赐因一群拢得到平安。恳求上帝你照顾阮台湾这个岛屿，会当互阮真正有自由，真正有这个民主，互阮会当生活伫这个环境内底，互阮会当。更较感谢上帝你，更较拍拼伫阮台湾的前途，互阮会当更较有民主，更较有理想，更较为上帝你的名来征战，好的征战，拍拼伫阮头前所有路站。我也祈求你照顾阮教会内底所有这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上帝你保守因。互因年迈年老身体衰弱这兄弟姊妹，求上帝你看顾因，保守因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照顾阮每一个人，所要着行的路站，拢得到上帝你的帮助。伫头前所要着走的跑走的路程，拢有上帝你甲阮三甲伫地。阮安尼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阿门。
听者，这时咱三个来启用文第66篇。启用文第66篇，也就是诗篇，也就是启示录22篇。启示录上界煞尾的22篇。三个来启用。我是阿里法甲欧米伽。将长袍洗清气，遐个人真有福气。当对这个门入城，遐个狗类惊邪恶个、淫乱个、杀死人个、拜偶像个。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这个教会将这个事对恁做证。我是大笔的君，是伊的后裔，是光亮的启明星。圣贤甲新娘拢讲来，听见的人就讲来，喙齿的人就来，耳的人通白白领受活命的水。为着这个事做证，迄位讲。对，我念边来一声阿明，主耶稣啊，请来，愿上帝祝福咱所启用伊的话。这时咱来看圣经提摩太前书，咱们对第6章11节来看到19节。圣经提摩太前书11节，独独你属上帝的人啊，就闪避这个对立义、敬虔、信、仁爱、吞忍、温柔，就精进信好的精进，将永活牵条。你的受调就为着这个。你也为捌承认好的志愿，伫济干净的人的顶面，我伫享受活命，互万行有的上帝的面前，以及对本地比勒多最好的干净，有基督耶稣的面前，吩咐恁，着守即个诫命，无瑕疵，无通嫌。到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其大福气，独一有关联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要显明伊就是独一，袂死，点伫袂通群瓦的光，人所袂捌看见，也袂看见的。愿尊贵甲永远的关系归伫伊。阿明17节，今世好业的人，你着吩咐因，心是无得自高，无得下因的愿望，伫无定着的钱财，着放你将万面满互咱享受的上帝。搁吩咐因行好事，好业伫所行，欢喜真济，甘愿分互人，为着家己积聚好的地基，备办后来的事，互因牵条真正的活命。这时，咱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的话。这时，咱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也就是提摩太第6章的19节，咱三角来读。预备起，为着家己积聚好的地基，备办后来的事，互因牵条真的活命。咱华语来读一解看卖，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时，俄勒来请圣乐队。
今仔是我所要吟的是行荣耀的路。咱家己鼓掌一下吼！要行得胜的路，行荣耀的路吼，都要遮尔有精神吼！咱要精进好的精进，这是今仔日节目师伊要带咱的信息。赢，讲第二声的赢，要得什么？要精进好的精进。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全能的主，求你的圣神来充满阮，帮助阮，互阮得到你的加持，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的社会真介意用协调，还是用谈判来处理事务？咱知影真流行国际谈判，还是商业的协调。台湾有一阵真流行迄个信用卡吼的卡债，迄个卡债的协调。伫即个协调的理论中间呢，双赢是一个正常上吉的一个理论吼。有一本册伊讲着讲，双赢应该要有3个赞处。一个赞处呢，就是口头上双赢，感觉上伊赢，但是实际上我赢。所以这本册Susskind 这个教授，伊写这本册，伊其实在甲
读即本册的人咧讲啥物话呢？讲伫协调的时阵吼，爱甲饼做较大个，但是伫分饼的时阵吼，爱互家己会使加分一丝，并且爱互对方转去的时阵会使甲头家交代。所以呢，这吼讲甲上落尾吼，即个双赢的理论，其实是一个理想，因为呢，这毋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想要赢，想要加分一丝。今仔日即段的经文，在甲咱讲的是讲，咱基督徒活伫即个世间，但是咱知影，咱有伫迄个将来上好的家在等咱。伫遮，咱看见讲，咱所生活的一个社会，伊在讲的人的本性，即个本性就是拢是想要赢，拢是毋茫家己会使阁加分一丝加较有一丝。所以伫即段的经文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保罗要教示的代志，就是讲对伫咱伫即个世间的生活，咱爱知足。咱若无知足，常常想要赢，也是想要加分一丝，其实咱可能就会陷落伫迄个引诱内面。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咱要征战神的好征战的时阵，咱真正要征战的时阵，这检查的是咱爱非常注意的所在，因为伫咱所生活的即个社会，也是甲咱家己本身，咱有当时因为追求即个世间的财米，也是名声，也是权利，会互咱会本来要专心来跟对耶稣基督，有当时会互咱分心去，互咱无搁再知足。所以保罗伫伊的批信内面，伫遐甲咱提醒咱讲，伫即个咱爱伫即个生活中间爱知足，免得互即个世界的钱财也是名利来引诱咱。伫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第7节到第8节，安尼讲，因为其实咱生落来的时阵，咱并无带啥物货来到即个世间。当咱离开即个世界的时阵，其实咱嘛无办法带啥物货转去。其实有通食，有通穿，就应该爱满足。当咱在看即个经文的教示，以及对照咱家己伫现实的生活中间，咱就知影讲，确实咱人的心有当时是浮动的，咱毋是遐尼定着的。常常咱有通食，有通穿，渐渐咱就想要食较好的，穿较好的，搁渐渐咱就感觉。哇，咱毋茫爱穿较有品味的吼，也是讲食迄个较有名的、食较贵的，会才会食物。有当时咱敢若伫迄个无注意的中间，咱毋知影啥物时阵，咱敢若为迄个需要变做转做已经是欲望有当时是甲朋友，也是甲咱家己亲近的人做伙食、做伙耍，有当时过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可能伫咱的心内，咱有当时会感觉讲，咱对厝里的人，对咱所疼的人，咱要对因好，就是互因有做伙食大餐也是讲爱提供较好的食物，也是较好的物质环境。若感觉讲，无互因有较好的即种生活的条件的时阵。会感觉讲，家己敢若是无够好。好，伫咱的生活的价值观中间，敢若食了好，带了真好势，就是好命。也是讲，咱会使有较好的食物，也是有较豪华的会使徛起的所在，这就是价值较有价值的一个生命。就安尼来讲，当然甲遐个欺骗，也是去偷摕，也是处不义的财物来讲，咱拄仔所讲的遮，敢若抑阁无算讲是欲望，
无算讲是引诱，但是呢，哪来哪做，哪食哪好，咱的心有当时啊，着互遮个金钱，也是时髦，也是好日子、好命的生活，甲咱牵条的。咱对耶稣基督的疼，甲咱军队耶稣基督的心，有当时啊，伫无着伫的中间，敢若渐渐退步。咱也无搁再想着其他人，其他有需要的人。当然，富有甲有钱的生活，无一定就是丰富的生命，因为人，咱有一寡物件以后，有当时咱会感觉咱要搁想要搁有较济，会使搁得到较好，搁较济的满足，甚至呢进入到试探内面。有一个见证吼，真趣味的一个见证。即个见证呢，发生伫较早期的时阵，讲到伫即个农村的所在，有一个妇人人，伊呢借淡薄的钱互伊的厝边，但是呢，即个厝边吼，毋知影是啥物原因，拢无甲钱还互伊，所以伊其实心内吼有点仔硬弱，并且其实毋是介爽快。有一天，即个伊的厝边，伊有饲鸡仔，结果有一只鸡仔吼，怎啊飞入去伊的迄个因兜的迄个后园遐吼。啊，所以呢，伊看到迄只鸡仔的时阵吼，哇，伊实在是有点仔生气安尼吼，伊总甲迄个鸡仔掠起来安尼。啊，想想佫愈想愈生气吼，总啊甲迄个伊迄个室仔的迄门甲夹掉安尼吼，所以迄只鸡仔总啊无办法飞出去。啊，即个厝边呢，就一直问伊隔壁的逐个问讲，你敢有看到阮兜迄只鸡仔？你敢有看到阮兜迄只鸡仔安尼吼？结果拢找无啦。啊，即个借钱的借伊钱的即个妇人人，伊就无爱甲伊讲。落尾吼，想想佫愈生气吼，伊怎啊想讲安尼嘛毋是啥物好代志吼，伊怎规气甲迄只鸡仔抬去煮食了安尼吼，就感觉安尼好啊，以后毋免佫再去想吼借钱互人无行利即件代志安尼，这就是引诱，这就是试探。有当时小可代志，但是咱伫即个过程中间，咱进入到一种试探，也是引诱的状况。后壁我会搁再讲，伊安怎来处理即件代志。伫咱今仔日即段的经文，其实在甲咱讲，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爱知足，咱才袂陷落伫即个试探，也是引诱的中间。一个委身伫耶稣基督的人，伊无办法委身伫即个世界，也是钱财，常时委身伫耶稣基督。所以伫经文在甲咱讲，在追求义，也是吞忍、温柔，也是仁爱，遮个其实这就是甲咱进前在讲的迄个感觉无办法，家己无够好。感觉无办法安心，等等遮个是无共款的。即个经文内面在甲咱讲，咱要安怎放下咱对即个世间钱财、权利、名利的追求？伊毋是讲，你甲放下怎啊空？其实伊讲的就是在讲，当咱放下即个世间遮个。引诱咱的遮个物质的世界的时阵，其实迄个内面，咱有耶稣基督的公义，咱有迄个仁爱，咱有迄个温柔，咱有迄个吞忍。所以伫遮，当咱放下即个世间遮个物质的钱财，咱转往耶稣基督，咱去追求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迄个永远的活命的时阵。即个情形就改变，所以伫即段经文内面，保罗提出即个，互咱知影爱满足的即个重点，就咱今仔日来讲，其实就是调整，就是从咱会讲为迄个会过去的即个钱财，也是即个世间即个物质
的即个生活，转为永远的活命，甲咱心灵的富有，即个就是实践公义，就是有仁爱、有温柔、有吞忍。换一句话来讲，咱毋是感觉爱互厝里的人食介好、住介好，咱的心会较安。咱可能爱转换的一个情形，就是讲，咱若真正伫意伫咱的家庭，咱可能毋是干那真拍拼伫趁钱，当然真拍拼做工课趁钱嘛是应该，但是迄毋是唯一上重要的，佮毋是为着要互家己会使心较安的。其实佮有较重要的是，伫家庭中间，咱爱用疼、温柔、吞忍，互即个婚姻的关系会佮较好势，会互父母甲囡仔的关系会使佮较好势，会使佮较会有较济的沟通，会使佮有较好的互相的对话。若是咱真正伫意伫咱家己，也是咱家己的工课。可能咱爱追求的是公义甲黄梦，伫咱的职业工课中间去享受咱努力以及咱所付出的成果，会使提升咱职业的品质，尽咱的本分，完成上帝对咱的呼召，有份伫帮助即个社会的良善中间。咱若伫意，咱甲同事，咱是有好的同事，也是无好的同事。咱可能爱去追求的是一个合宜的职业关系，伫即个中间为耶稣做光做盐，毋是遐尼伫意伫迄家己甲同事中间是毋是有亲近，也是佫有较好的关系无？即个咱伫经文中间，即个甲咱讲的，保罗用的例是用耶稣伫比列岛面前的见证。对咱今仔日来讲，检查咱的生活无到迄个坎站，面对生甲死的即个坎站。但是呢，咱会使对耶稣伊安怎甲门徒做伙生活，伊伫遮个记载中间，咱会使学习一寡看见，也是讲咱会使看见一寡耶稣的所做。其实就耶稣来讲，伊一生伊真包容伊的学生，伊对因真忍耐，伊常常安慰伤心甲受苦的人，伊对卑微软弱的人，伊就伸出伊的手，伊甲抽衰的撒该，伊甲伊转去因兜，甲伊做伙坐倒食饭，甲伊做朋友。耶稣亲近有需要的人，甲因建立好甲合宜的关系。保罗伫遮其实在甲咱讲，当咱甲耶稣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咱有份伫伊永远的活命的中间的时阵，咱开始有一个新的眼光，咱开始伫即个世间会使征战迄个神的好征战。所以咱也会使亲像耶稣共款，甲人建立一个好甲水的关系。我拄仔讲到迄个例，讲到迄个甲人的鸡仔借去，因为人无还伊钱，伊就甲伊的鸡仔借去迄个富人人。伊伫迄个祈祷中间，有一天圣神甲伊感动，伊感觉心做袂安尼，所以伊感觉家己安尼做吼，上帝无欢喜，所以呢，伊就摕一只鸡仔的钱去教会，伊就甲传道讲，传道。我甲你讲，最近我做啥物代志，伊就承认伊家己的毋对。伊就想讲吼，我将这个钱来奉献咱教会安尼。传道就甲伊讲，即只鸡仔毋是教会鸡仔，即只鸡仔呢是你的厝边的鸡仔，你应该爱将钱摕去行你的厝边。传道就为伊祈祷，伊想足久的，因为吼。伊的厝边毋是基督徒，伊若去甲即个厝边安尼讲，安尼教会做无面子，伊嘛做无面子，安尼敢若有损失着教会的名誉。
但是伊转去以后，祈祷，伊悠然有一个感受，伊需要去找伊的厝边，甲伊回息的，并且将钱还伊。所以伊就去找伊的即个厝边，甲伊讲我真对不起你，我做即个代志吼，我摕即只鸡仔的钱来还你安尼吼。伊就甲即个代志讲一遍互伊的厝边听。伊的厝边听了吼，想的，总啊甲伊问讲：这是恁基督徒做代志的原则吗？伊听了嘛，切一个感觉，伊哪会安尼甲问啊？伊就讲：是啊，阮教会是安尼甲阮教导，我祈祷的时阵，我的心无安，所以我来找你安尼。伊的厝边就甲伊讲：若是恁的教会甲你所信的基督教是安尼教示，安尼我要去你的教会，我嘛要来详细来听即个基督教的真理。就安尼，伊缀伊去教会落尾伊成做基督徒。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在甲咱讲，咱伫即个世间要征战，神会好征战，有当时确实无简单。咱会陷落伫引诱内面，有当时无小心的时阵，咱的心浮动的时阵，咱会有迷失的时阵。但是当咱悔改的时阵，不但上帝欢喜，上帝甚至透过咱无小心的犯错来成伊看做好的事。但是咱看即段经文，咱犹原有一个交疑。即个交疑就是讲，安尼是毋是有钱？基督徒安尼到底基督徒是毋是会使追求钱财？不有是毋是一种罪？到底咱基督徒是要安怎来处理即个经济的问题？伫第6章的17节，伫遐讲着讲有钱的人爱好款待，爱好款待送香的人。伫遮其实在甲咱讲，有钱甲无钱，毋是上重要的重点。伫基督徒在处理经济即个议题中间，伫教会的历史已经处理几啊百年，并且拢是委身伫追求永远的活命的基督徒，服侍耶稣基督的人在处理遮个代志。看法典卷检查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我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约翰加里文。约翰加里文伫500年前。伊在看基督徒面对钱财，还是面对遮个商业遮个代志，伊要安怎来处理？伊是上早提出讲，其实基督徒面对即个做生意即件代志，这有一个情形是讲做生意是一定要有本钱，所以有人有需要借钱做生意有合法。阁合理，借钱做生意，伊有当时爱冒迄个风险，因为这有投资的关系。但是呢，加里文讲，这若是属伫专业的行为，就是商业专业的行为，这是属伫专业的呼召。即个投资也是安尼的借钱的情形，其实伊有一个专业的范围，即个范围就亲像律师，伊在执行伊的专业的时阵，这有也是一个专业的呼召。所以安尼的商业专业行为呢，是一个合理会使有合理的利息。迄个借钱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利息，并且国家要有一个合理的规范，无互高利贷也是遐个地下钱庄有通甲人摕到迄个高利贷的情形。但是即种的商业专业，甲迄个处理送香人即件代志，去帮助送香人即件代志，这是无共款的情形。因为送香人伊是生活有需要，所以呢，当要借钱互送香人的时阵，这毋是在做商业的行为，尽量应该是袂使取即个利息吼。所以呢，帮助人去脱离迄个真送香的困境，即个情形呢，其实是出自基督徒的爱心。伊甲
商业的即种专业行为，爱有一个无共款的区分。伫遮所要讲的，就是讲有钱的人，伊有一个社会的责任，伊应该爱帮助送乡的人。所以加里文伫即个部分的顶悬，伊无直接讲袂使摕利息，但是原则上伫帮助送乡人的时阵，应该毋通摕利息。伫第6章18节伫遮有讲到讲，凡富人爱甘愿去帮助送乡人，并且伫即个好事的顶悬布有吼。所以其实伫遮讲的就是讲，毋是有钱就是布有，是伫即个好事的顶悬有一个布有，有一个真正咱的心灵有一个真丰富的一个情形。伫咱台湾的社会，咱已经为着社会会使较公平互遐个送乡人无搁再陷落伫送乡的困境中间。其实咱已经有真侪年的服务，也有真侪的效果。当然，咱的社会依然有送乡的人需要协助。但是呢，当咱咧看的时阵，咱看见咱的教会甲咱教会机构也拢真努力，有份伫遮的协助送乡的人会使脱离即个困境。但是咱也看见另外一个情形，即个情形就是21世纪即个送乡的问题。即个送乡的问题，毋是干那物质上的送乡，咱即马可能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心灵的送乡。即个心灵的送乡上有名的，就是法国伊玛雷利修女，伊有写一本册，伊叫做《送乡的布有》。伊即本册的名叫做《送乡的布有》，这是真有趣味的一本册。即个伊玛雷利修女呢，伊出世伫一个真好的家庭，受真好的教育，但是落尾伊去做修女，伊一生一直到伊85岁，伊做修女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埃及，伊伫埃及遐帮助遐的送乡的人。到伊85岁的时阵，伊转去法国。当伊转去法国的时阵，伊当发现讲，哇，惊一条安尼啦，非常的，互伊非常的戆影，就是讲法国的社会已经改变甲互伊无办法理解。所以有一段话，伊讲了真趣味吼。伊即本册内面有一段话，伊是安尼讲，伊讲伫迄个伊所面对遐个送乡的人中间，伊无伫因的中间看到绝望。伫迄个世界内面，有一种奇怪的迄种态度，也是心灵阻挡迄个绝望的发生。因为因面对因的生命的时阵，因伫迄个送乡的情景中间，只要有一丝丝的物件互因，因就真知足，因会感觉真满意，所以因对即个绝望，敢若绝望甲因是无关系的。但是当伊转去法国的时阵，伊看见一个真严肃的问题。迄个问题就是讲，大家拢真有钱，大家敢若过了真好，但是当遮有钱的人做伙的时阵，毋知影为虾米因常常怨妒，因常常真紧着比较，因常常绝望。伊阁有一句话安尼讲，伊讲伫非洲，大多数的人拢过了真送乡，伫即个送乡的生活中间，因彼此中间袂有嫉妒，袂有怨妒。但是呢，伫欧洲，伫即个布有伫即个送乡人哪来哪少的所在，伊看见的，却是一个布有的环境中间，人做伙的时阵，常常怨妒，常常互相比较因。连迄个上简单、迄个活地，就真快乐的迄个快乐已经失落啊！这是伊玛雷利修女，伊伫20世纪的
上落尾到21世纪，伊所看见的一个情形。所以，当咱今仔日在看即节的经文，在甲咱讲，咱要征战神的好征战，咱要将永远的活命牵条条，咱就看见咱的情景非常的无共款。咱的情景，今仔日的台湾到底是富裕还是丧乡？这是咱需要来思考的。对咱来讲，伫1980年代，咱是富裕的，但是到今仔日，咱敢若亲像是丧乡的。到底咱面对咱家己，面对咱的少年人，也是面对咱家己的社会，咱要安怎伫即个丧乡甲富裕的中间，咱要来征战即个好的征战？相信这是咱大家面对咱在行信仰这条道路，在征战神的好征战即个，咱常常伫咱的生命中间，伫遐在奋斗，伫遐在努力的。咱无一定完全的答案，但是咱知，当咱会使看。毋是干那看伫即个物质的钱财，咱会使看见物质钱财后面有真侪关系，是为耶稣基督即个关系，到互咱伫即个世间，咱会使甲人甲咱的家庭，也是甲咱工作中间的同事，也是咱周围咱的兄弟姊妹，咱会使透过即个关系的发展中间一个合宜的关系中间，用即个物质的钱财来帮助咱活伫即个世间，会使建立一个更较好的团契。用安尼检采，咱会使讲，咱伫即个征战神的好征战中间，咱渐渐一步一步行往上帝的天国。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阿罗你，阮知。阮人无够额，阮也真软正。伫阮的一生中间，阮无带啥物来，阮也无办法带啥物回去。但是最后所基督阮的上帝，当阮结连伫你的时阵，阮知影阮有永远的活命。当你甲阮结连的时阵，阮也用你对阮的疼，阮会使去疼、去吞忍、去忍耐阮周围来建立一个好的团契关系，愿你伫阮的中间享受安尼活命，互阮伫即个中间看见主，你伫阮的中间，阮无得惊，阮真正是要征战神的好征战，将永远的活命牵条条。愿主你来祝福，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要征战好的征战，会当赢咱性命，会当得到主的救赎。咱来吟圣诗191首，圣诗191首，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启示阮认捌主耶稣。世间真光，你有赶散黑暗，群对你，阮就通行伫光明。哈利路亚，阿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你的话是在最远脚前的灯，你的话是阮人那就对耶稣，你的话是在最远脚前的灯，你的话是阮人帮助耶稣，天干真干你有过山河旁，阮对你阮就会。
这是咱三甲来奉献。真济，这是来报告甲介绍。报告事项伫县会甲县干分担，咱家己来看。有担任职务的，也咱注意来尽心做咱的工作。咱看本消息通知，咱今仔日咧本日的礼拜吼，也有请赵素阳牧师伫咱遮讲道，咱甲赵牧师说一个多谢，甲伊鼓掌一下。咱阁刷落去的11点到12点吼，有赵牧师的专题演讲。专题演讲伊的题目是成功神学甲基督徒的社会参与啦。什么叫做成功神学？有成功的，才有神学是无？今仔咱来探讨一下吼。甲基督徒的社会参与11点到12点请咱闭办心来参加。第三项，咱华语礼拜堂伫下早礼拜煞小顺后，因要开同工会搁来第四项，就是咱拜三的查经会已经开始2礼拜但是咱人数拢还阁10外个安尼希望咱会当搁较侪人来参加。头前2礼拜因为牧师无伫咧，所以是萧传道伊来代理查考。敢是
使徒行传吼，哥林多12章甲13章吼，爱的真谛吼，啥物叫做听吼？阮有参加的人拢得到足济吼，你无来足可惜的吼。过来拜三牧师已经迄个荣耀归国吼，迄个要查约翰福音吼，福音是介绍耶稣是上帝的囝，伊甲上帝的关系到底是啥物款？咱会当闭万心来参加吼。第五项，咱教组要鼓励咱遮个升学的遮个子弟吼，要送因圣经的纪念品，无论是国中的、升国中的、升高中的，是升大学的，拢要送吼。咱会当对办公室来登记你若无登记，就表示你放弃吼。遮个册拢足好的吼。教组特别选的，为着遮学生因的信仰的追求，有较好的介绍。第六项，咱今年第2学期的奖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啊吼，望对办公室来申请，摕申请单来申请吼，到7月24截止，将遮个有关的文件吼，交互办公室，办公室就会甲咱代理吼，有关遮个有问题吼，请对刘作荣长老、刘俊英长老来甲伊接洽吼。咱本月要定伫后礼拜要定做咱教会永福教会的关怀主日。这个关怀就是各组的关怀啦吼，各组的关怀就是咱每一组咱有分做，拢总有分做7组吼，包括华语组、第1组、第2组、第3组、第7组，咱伫咱的周报第4才有各组的关怀才各组礼拜日对一组的就日对一组咱的组长咱的组长调一人第1组的调一人是建仁长老，第2组的调一人是孙英长老，第3组的调一人是我本人，第4组的调一人是义全长老，第5组的调一人是英宗长老，第6组是洪德长老，华语堂是慧玲长老来做调一人，所以各组望会当了解你伫对一组，咱的这调一人来报道吼，若无你就伫办公室1楼的所在遐有一个公布栏。你踮你对一组你签名吼，会当表示讲你已经知影吼。教会伫10月7日特别要为着遮青少年因来举办吼，互因遮青少年虽然无受洗礼，但是嘛邀请因会当来参加遮圣餐啦吼。这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讲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吼互伊会当体会上帝的疼，甲伊个人的关系。兼在伫后礼拜牧师转来时，伊会搁较咱看即内底内容，牧师伊会搁较明白的解说吼。过来第9项，咱的小团队吼，已经有定伫9月25到12月24，每一礼拜的拜一的暗时。7点半到9点半，要伫咱教会6楼遐来举行，拢总有10周的遮个关怀的人员的造就训练吼。这个就是讲最主要内容就是讲沟通的分析甲成长的团体请伫遮同工内底会当彼此接纳吼。欢迎遮个中级已经关怀小组的人员。来参加吼，并且伫10月7日到12月11，每一拜一的下晡时12点30到2点30，要为着咱的遮个关怀小组人员的造就吼，特别邀请少年团契
的小组来参加吼。过来是小话广告吼，11人到12项，10项到11项，请咱家己来看。12项教会的敬拜的乐器的训练，希望咱家己踊跃来参加。过来罗牧师的，咱家己来看吼。金陵协会的消息，即马金陵协会人数吼愈来愈济吼。咱伫迄个清道夫吼、经路吼，也经路的遮个问题已经伫9月15已经开课啊吼。还佫有遮个情感甲智慧的自我成长吼，遮已经伫9月初8已经开始啊吼。希望遮个课程会当对遮个遮个士大人吼热灵遮个士大人来造就吼。无一定讲着爱较乐龄啦，乐龄就是快乐的年龄，20-30岁嘛通参加吼。对9月份开始，赞美操改伫拜二的9:15到10:15，希望咱大家参加来运动，扭一下筋的吼。再来拜四的课程对14开始，要改做9点到11点，也另外一个课程吼。9月2日开始，有慧玲姊妹张慧玲、张慧玲姊妹要教陶笛要教咱上遮个陶笛希望咱会当伫每礼拜四暗时7点到9点欢迎来参加咱9月份的课表刻伫咱公布栏下骹，希望家己来摕再感恩的奉献希望咱真多谢训谈遐甲明才老师因的奉献。具体消息咱真毋甘区大芬姊妹已经安歇礼拜，安歇主怀因就是黄瑞兄的黄伟老师甲俊如兄弟伊的妈妈。咱定伫即礼拜拜六9月23，下早是9:20，要伫1楼副堂遮举行日念的献会礼拜，10点要伫咱3楼遮举行告别礼拜，然后送台中火葬场，然后则找一个日子要刻伫快官的公墓遐来安放，愿主安慰遗族，请代祷也咱为着因一个人来关心。团契的消息，青年团契已经有定伫10月初7要举行干部的选举啦即内底有一个规则，希望咱家己来看青年团契要伫9月初8到29，拜五暗时7:30到9点遮个课程希望咱会当来参加立美干事来报名手青团。有需要坐同工，希望咱会当看谱的，会当来参加，将这精声诚做音乐娱乐来奉献给上帝。圣经学院已经开课所有课程拢伫即内底。教界的消息，白沙教会伫后礼拜要举行布瓦路信基高南传道就任第3任的牧师。甲巴奈阿星传道就任第1任教牧师的受一礼拜希望咱来关心。咱今年2017年就是总会的传道年希望咱会当备办心来为了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国度来拍拼101来带领带领。大队的事项，请为着咱永福咱教会一个事工，以及咱基督徒生活八要，什么叫做生活八要？甲咱写伫即内底敬神爱人，天天读经，常常读经，常常祈祷，温群聚会，乐意奉献，领受人归主，服务社会，维护生态，遮个拢总咱基督徒生活的8项要紧的代志，咱来实行。服务社会、服务社区是咱永福教会共同的共识
嘛咱会当伫来推传遮配合遮个宣传的事工为着咱年纪年老的遮个心身艰苦的遮个兄弟心神欠安的遮大岛咱会使有接到党营议长了吼，10暝半暝咧雄雄巴肚碰碰都袂消吼，向送去基督教病院开刀10暝半暝紧急开刀吼，党营议长了咱会当家己关心来祈祷其他遮个音乐会的事工，请咱来看吼，奉献出席的报告，咱家己来看。若假使讲有错误的、有漏交的请咱过继长老建任长老来订正吼，来说明。以上报告毋知有一寡，毋知有新来的人吼，我看有一寡捌看过吼，但是来特别为着赵牧师伊个遮个讲题吼，特别来的吼要来领受赵牧师以啥物会成功神学甲基督徒的社会参与遮个讲题，伫骨刷落去的11点要来举行吼，咱第来参加。即时咱来吟圣诗555首。我做基督精兵，着好胆进前，气海常常受整，温困无爱赢。圣诗550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赵牧师来祝祷。你在基督平定，有何大境界？你在救赎世界，你困我爱人，喜悦的欢笑剧，当谢更新，留住在我永远，我化为烈焰，留住心光画面，漫画我心田，留住在我永远，导演我的脸，把最低的感谢留我平面，心上温的千年，哪里就加添，心属不能团结，那就该更变，留住在我一线，真难出绵绵，留住心的画面，难挂我心田，留住在我永远，导演我的脸，把最救赎感觉，留我到今天，把个信心在演，在我心边边，把个救赎温情，把罪人推前，留住在我身边，我化为烈焰，留住心的画面，难挂我心田，留住在我永远，导演我的脸。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恳求你施大权能，牵阮的手无时停，求主你带阮向前到永远的天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天父上帝的主爱、甲怜悯、圣神的感动，常常甲众兄弟姊妹的同在，
为即时到万世代无尽。阿门。真济麦岛闭会，咱随时11点就要来休困一下吼，搁5分钟，5分钟后休困一下。咱随时要节目师伊的专题演讲，神学、先讲神学甲基督徒的社会参与，咱等5分钟了，11点准时开始吼。